来关心之前交通部有宣布讲，对明年3月份开始会开放咱台湾的旅客组团去中国观光、去中国游览。也不过陆委会的报告内底是写一天是限制2000人，这是引起业界不满。陆委会即马讲，这相关的细节其实拢是交通部咧规划的。也让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是讲，只要你乡下少有人客，安尼就唔免管陆委会安怎规定。 我不管陆委会怎么样了哈，2000人为原则可以做一调整，就是这个结论。我是希望不要让他争议，比如说他已经揽到团了，然后再什么叫人家解约。承诺维护旅行社的中国团袂当出团，因为交通部长王国材日前宣布，明年3月初起开放台湾出团去中国观光。不过陆委会阁讲，一天上最2000人。 引起业界反弹，有心拿人数超过，也袂当出团。如果以往来讲的话，大概也有5、6千人左右，夫妻2个或者是一家子，然后刚好是第2001或2002，那你要叫他说你不能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嘛。包括了要收定金、签订旅行契约书，还有航空公司也会要求要开票。行程上面，因为政府政策的一些不确定性造成，如果真的是不能成行的时候，业者还会衍生出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希望政府能赶快跟业者说清楚。业者讲，目前台湾4000间旅行社的9成有开中国团。 若是逐天限制人数，若是实有困难，嘛影响旅客意愿，甚至会产生消费纠纷，要求唔通设限。不过陆委会各甲问题撒给交通部。相关的数据还有评估的意见，要是由交通部提出来啊，包括这2000人为原则，我相信交通部到时候会依照当时的新的整体的情势的做一个评估。陆委会讲。 一步一步顺势来恢复两岸的观光旅游交流，是政府的目标。交通部会伫明年春节进前公布组团规划的细节，嘛相信会和业者充分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